继续来看到，进前一个6岁查某囡仔好运去互救到，伊的客古堡说是不幸来过身。即马高长讲的遗体嘛已经互发现是冲去到美站大桥下骹。目前马太安溪做大水是已经确认到17个人死亡，也各有7个人失联。另外，昨传出伫咧台东的新武路溪，那像冇发生崩塌，好佳在并无变做崩山湖的危机。 林保署人员坐直升机对空中来看这个台东南环公路新武路溪河道，因为27早起接到通报，讲新武路溪上游挖一个武乐区河段，敢若受到河花崩落来造成阻断。加在实地查看了后，溪仔水依然继续流出来，就并无形成崩山湖的危机，会继续来观察监测。 因为这个花莲公路崩山湖1楼的东西区佛祖街4号位啊，也继续有这吐水一直4个楼。嘉义市特殊队成员，大家必须手搭肩架头，大家斗阵撩水过去。因为世界电路4个月退休教授，伊住的所在就是医院和大水围掉咧，无法度接近。没入，有一个人就是没办法进去。对，没办法。我们目前还努力尝试要接近，对。不过现在目前还是水流太湍急，我们还是没办法接近。我们一定要全速把还在失联状态的乡亲紧速把他们找出来。民众伫美站大桥下面发现的男性遗体，经过指纹比对，确认是6岁查某囡仔小琪的客高长讲。但无亲人返来，也有这4只狗仔。因的主人4楼阿嬷遗体，2楼是伫公福市场的单位互找到。厝边想到当时讲阿嬷先甲狗仔赶上2楼，再佫挖转去摕物件，却是伫搬倒了后就拢找无人咯。阿嬷是不是生前很爱狗啊？对，就是狗陪它这样子，已经都是水来冲倒，阿嬷爬不起来，它就被水流走。中央地方27派出超过300位人力甲90名替代役，也5只搜救狗9台无人机，配合重机械，全力要来找失去联络民众下落。拄着讲事节连假头一天，当地也有真侪家己早山跳来的职工要来协助民众清理这厝内底烂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